太古地產全新大型尊貴住宅項目海德園 The Headland Residences， 位處港島東臨海優越位置，無縫連接主要幹道，地面層坐擁大型公共交通交匯處，周邊公共運輸配套成熟，提供超過40條巴士及小巴路線，瞬間連接各商業核心區，既鄰近國際商業區太古坊及太古城中心，亦與大自然咫尺之近。海德園會所 Club Headland， 連戶外園林設施，佔地約8萬平方尺，由著名英國室內設計團隊 Conran and Partners 打造。以 Urban Resort 為設計概念，為住客提供約30項頂級健身及休閒設施。地面更連接超過43000平方尺廣闊戶外休憩綠化空間。3座住宅大樓提供850個單位，樓高均超過140米。項目基座設有約60米闊嘅住宅大堂，彰顯非凡氣派，提升住客生活體驗。海德園第一期由第2座及第3座組成，提供592伙，設有5種多元化戶型。項目採用智慧型佈局規劃，每層均設雙電梯大堂，單位內配備露台或私人平台，廳房同向。不論係開放式廚房或梗廚設計，都同樣注重空間感與實用性。近90%嘅單位睡房更設有觀景角窗，將窗外山海景緻與都市繁華帶入室內，而且大部分浴室設有窗戶，提升採光度，成就無可比擬嘅居住體驗。海德園多種戶型選擇，既滿足追求精緻生活品質嘅都市精英，亦迎合重視空間感嘅多代家庭，讓住戶盡享城市綠洲生活體驗。太古地產海德園為你締造無可比擬嘅全新港島東臨海尊貴生活體驗。